北北水灾引起冻淹重盖再清，高雄人甲县乡小纳村就传出来，竟爬有398个人，已经本内杀会体力，为到一本死亡个人做得惋惜。甲县乡公所造成系期盼的照分发挥。 你南早嘅家属系今现呢不下人嘅名额，还有人系冻结痛，叫到分体的。聪明做得讲系冻必送，还卡详细嘅新闻消息，你下连线本田创嘅记者吴月。今日早晨呢，啲金城乡一打白呢，乡公所期盼呢，依從潮土嘅發揮，因為啲一班摩拉克風采動作呢，呢度嘅仔民都係走唔插，從起呢啲金城鄉一打白少年村嘅村民哦，可能就有廿嘅300人嘅民眾，可能幾件高成呢。 啲今年呢，潮土發揮嘅現場呢，主要加上個心情係凍結痛，同時咩動物攀跌，相關嘅內容呢，研究先來看下3下嚟嘅新聞報道。見好行咧度啊，規班咧一家伙啊，嘈好咧度啊。碰見見書，家屬軟件艱苦，種嚴肅穆嘅土牆地度，土幾行投設招魂儀式。為到本地難者安息。 及縣鄉公所托投資2年，搭住啲簡單嘅連堂。假設你上到罹難嘅親人，要下先間頭同艱苦，叫到分配。將鬧到親人或個無配嘅新人，同傳統太叫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安尼10個，遐就底要2個。點見一張又一張嘅相片。 一百無派按到親戚朋友，明明啲講嗰個到嘅目的都叫唔到咗落，還係捱唔得叫到痛長。都無派嚟按到人事物了後，啲太親人強悍南京太極，叫過了後重建同南北嘅身份，還有當場嘅路一行。客家新聞連建儒、廖文輝台北報道。